饲鸦片其实还有一团，最后一团就是讲平妹去比输诶，迄可以撑几多钱，按估几门项诶事情哦，因为迄违法诶事情，迄本人领导，本警察的领导，我去做去管哦，还有要罚钱，钱爱来哦，用会罚钱哦，故所以迄本人领导嘅时节，规个家庭就吓咧，无，因为我出去讲遐个事诶，就迄家己本无钱啊。基本目前就有办法给人人可以去讲哦。故所以总理府一开始反对，做唔得去，佮迄人民人做嘅事情，什么嘢又可以去。譬如讲有什么嘢哦，日本有什么嘢哦，伊嘛想去。总理府一开始讲唔怕唔好，你安尼吃做实习是嘛唔怕，安尼你得总可以过。毋过呢？先是也系先是咯，开始生人要读书诶，钱要来来，故所以有一日呢，平妹就去讲遐个事诶。第一摆讲顺利讲过了，伊讲看到平妹个面规个有那个酒血咯，那个流汗个头那么掉把起面红，看伊了个就个跟神啊，个恶个样式咯，因为伊无安尼，伊无办法同东西讲下来，因为几条书诶个从，重个莫讲啊。遐个就分总理府深度几人事讲爱迄西来诶，爱迄劳工，结果无办法照顾家位哦，分家位按辛苦哦。后来呢，天一摆去讲事诶个时节，就分警察的发现诶，警察的去救援，平妹呢去如何诉讼诶，往河坝地位，所以调下好彩人无分警察的领导哦，为了时节规身呢就去送那个无枪故血咯，总理府看到个时节就过深度过伤心哦，推伊查药个。讲迄是个河坝地位网倒个嘛，平妹讲无啊，迄行路无小心网倒个，总理府讲无，就迄看到诶，毋用毋讲。平妹讲惊毋会伤心啊，毋好伤心，遐个爱做诶都就来做，毋过呢，因为迄件事情鬼门项诶事情，总理府就坚持毋好再去诶，伊就出去做请特务来做哦，想办法同遐个家庭变好了哟。其实要做4个人的审判，没困难，过总理府要骗几多钱来伊哦，故所以剩的钱根本收唔起言哦。也迄鸦片评鉴复习地位来表现的哦，演虽然非常的贫穷无钱，毋过2个人的感情嘛是几好。总理府对家位对生人呢。就教阮演的那个工作的经验咯，像西上有会啦，伊是甲承认遐个毋会，其他个伊从不会。2个人的生活，2个人的工作就调稳过来哦。贫贱夫妻虽然百事为，但迄演的只有无人去打扰伊嘛，演迄一个过幸福的家庭，虽然无钱，毋过迄幸福的哦。